欢迎继续登来到新闻的现场，食饭时间手路菜同款要带大家来食无同的手路料理。来看到台北南门市啊，今年是头一届，刷来去中继市啊，特别过新正年，有一寡摊贩反映讲，普通时业绩和往年比起来，落差不多一2成。即嘛，有一寡摊贩步数进展，特别来推出全新的菜色，要来拼生意，嘛希望唔拿老主顾客，也可以当招一寡新的人客来采购。像讲，有摊贩杀桂花蜜蚵仔，就是利用大家蚵仔让桂花清芳，一个吃入去嘴内，就感觉有洋气的感觉。另外，还有当着时，明年是鼠年，就有这个鼠字包，就是鸟鼠的尾溜来夹红枣，代表讲甲金银财宝拢夹条条。用黑色的画上我们的胡须，红色的呢画上我们的尾巴。用毛笔来甲画这个尾甲喙鬚，这个真古锥的尖刺，就按随画出来。为着要来迎接2020年的鼠年，台北南门市场的老摆摊合兴糕仔店，杀出这个应景的尖刺包。甲看这个鸟鼠尾，佫会夹红枣，安尼就是象征尖刺会加钱来。原来伊的内餡是豆沙，这食着是有甜气，佫袂味，要互你伫个新年食甜甜，福气会添添。原来这个新的甜点年菜，还佫有益中有风的桂花蜜蚵仔。很麻烦，它泥巴里面的东西要切，然后还要慢慢的炖，所以说它费的时间很多，最少要2个钟头。这个大甲蚵仔干带桂花的香气，甲吹甲安尼松软啊松软，互人客食入嘴都化去。这个伫卖南北10岁出名的南门市场，迁徙到这个中继市场了后，就要来迎接第一个农历的过年。不过有摊商咧反映讲，因的业绩比较早落1、2成落来，所以安尼嘛，互真侪摊商要来甲拼年菜。亲像这间叶香斋，就来杀出这款真高工的生肚青。上汤的话，就要熬煮20几个小时，用那个熬煮出来那个纯白、纯浓浓的那个味道。这个牛奶色的汤头，看着敢若清正，搁内底是用这个上好的配料来斗打干贝、猪脚筋和家乡的肉，这澎湃配料安尼落去慢慢甲熬出这个新菜色，希望有新气象。因为这是南门市场头一摆伫个中继市场来过农历的年，就希望讲买去会当较旺咧，和当年同款安尼抢滚。记者综合报道。